一張紙鈔喺日常生活入面可能只係用嚟買一杯咖啡，但喺收藏者眼中，佢亦可能記錄住一個年代、一間發鈔銀行，甚至一段城市記憶。當一張鈔票離開流通，佢嘅故事未必就此完結。今集我哋會認識一個以香港紙幣資訊為核心嘅數碼平台手紙紙，佢點樣將拍賣與交易記錄整理成可以搜尋嘅資料，又點樣透過網站、應用程式同 YouTube 頻道服務本地紙鈔收藏社群。香港嘅紙幣制度本身就有鮮明特色，現時日常流通嘅港元紙幣包括10、20、50、100、500同1000元，其中20至1000元紙幣由3家發鈔銀行發行，舊系列紙幣亦可與較新的系列同時流通。對收藏者而言，面額只係起點，同樣係100蚊，發行年份、版別、保存狀態，甚至有冇經過專業評級，都可能成為研究線索。問題係，當資訊分散喺舊拍賣圖錄、不同交易平台同社群討論之中，點樣先可以有系統咁追溯？手紙紙嘅服務概括為3個方向：評分紙鈔商品、紙鈔成交資料庫同埋拍賣直購平台。佢嘅定位唔只係賣貨，而係嘗試將藏品資訊、歷史成交記錄同買賣場景放喺同一個數碼入口。手紙紙透過應用程式向用戶提供香港紙幣成交記錄資料庫搜尋及付費會員服務。資料庫包括歷史成交價、成交日期、拍賣或交易來源，以及鈔票嘅年份、版別、品相同評級等欄位。實際可見嘅資料範圍、更新頻率同搜尋欄目，則以平台當時提供嘅內容為準。如果收藏者見到一張心儀紙鈔，佢未必只想問幾多錢，佢可能會追問之前有冇同類型成交，嗰次係咩品相，有冇評級。平台將呢類歷史資料集中，目的係幫用戶建立比較嘅起點，而唔係代替用戶落結論。手紙紙嘅工作亦唔止停留喺資料庫同商店，佢同時經營 YouTube 頻道手紙紙紙幣資訊專家，以匯聚香港鈔票的收藏家作為頻道公開介紹，將紙鈔收藏相關內容帶到更廣闊嘅觀眾面前。從播放清單可見，頻道設有香港鈔票拍賣成交記錄系列，亦有面向初學者嘅5分鐘港紙通，以及說說紙紙小故事粵語版。呢種內容安排將市場資料、入門知識同紙鈔故事放喺同一個知識推廣脈絡之中。頻道亦設有會員專享嘅成交記錄報價內容，無論係影片定係資料庫，資訊同觀點都應當作研究參考。觀眾如要作出收藏或買賣決定，始終要再核實實物來源同交易條件。平台亦以付費會員方式提供資料搜尋服務，並設有月包、季包同年包。實際計劃內容與收費，則以購買前顯示嘅資訊為準。應用程式產品頁亦列出會員與平台積點等內購項目，並提及可刊登已評級及未評級嘅單張藏品。除咗查資料，平台亦發展藏品商店與拍賣直購場景。對收藏者嚟講，交易之前最重要嘅係清楚描述、核實來源同埋了解物件狀態。數碼平台可以令資訊流通快啲，但上架唔等於平台保證真偽，見到成交記錄亦唔等於下一次一定係同一個價。呢一點，平台自己嘅會員條款寫得好清楚，服務屬於資訊搜尋同參考工具，唔係鈔票鑑定、估值、投資或金融顧問、拍賣代理，亦唔係交易保證服務。歷史成交記錄反映嘅係特定時間、平台、品相、評級同市場環境之下嘅資料，唔代表現時市值，亦唔保證將來結果。所以，如果觀眾考慮收藏或者買賣紙鈔，最穩妥嘅做法係將成交資料當成歷史參考，再自行核實鈔票真偽、品相、交易條件同來源。涉及重大金額時，更應該尋求獨立而適切嘅專業意見。紙鈔收藏表面上係收藏一件物品，更深一層，亦係閱讀印刷工藝、金融制度同城市記憶。由發鈔銀行、不同系列到一張鈔票曾經出現過嘅交易記錄，每一條資料都只係故事嘅一部分。
手指指所做嘅係嘗試將分散嘅香港紙幣成交資料、收藏品流轉同面向收藏者嘅知識內容放入一個相連嘅數碼場景。對新手嚟講，佢可以係認識市場資料嘅入口；對資深藏家嚟講，可能係整理線索嘅工具。不過，真正嘅收藏判斷始終離唔開知識、核實同審慎。想繼續認識香港紙鈔嘅故事，可以瀏覽手指指網站與應用程式，訂閱 YouTube 頻道手指指紙幣資訊專家，或者透過 Facebook 專頁同 WhatsApp 聯絡團隊。